有啲氣喘啊。你好，我係楊明霞醫師。今日啱啱診所嘅電梯壞咗，所以我要行21層樓梯。咁大家咧有冇發現咧自己有時行樓梯或者行一啲遠啲嘅路會有氣喘嘅問題呢？咁今集咧食養生心呢個節目咧，我會同大家介紹一下有啲咩食療可以幫助大家預防氣促嘅。首先同大家講一講點解我哋會氣促先。其實喺醫學嘅角度嚟講咧，係有分氣質性同埋功能性嘅。氣質性咧主要係同肺同埋心有關嘅。肺嘅話咧，如果氣道咧受到阻礙，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哮喘咧，都會導致氣促嘅。再嚟咧就係肺嘅本身咧有實質性嘅變化，即係話譬如果係肺有纖維化嘅情況，令到肺嘅彈力減少嘅話咧，都會導致氣促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我哋有腫瘤嘅問題咧，氣胸啊或者肺嘅血管有問題咧，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氣唔夠啊、氣唔順啊或者氣促呢啲情況都會出現嘅。如果心血管咧出現啲病態性嘅問題咧，都會導致咧我哋會有氣促嘅問題嘅。咁跟住咧就係功能性啦。如果長期壓力比較大、瞓得唔好、負面情緒比較多，再加上咧肥胖嘅話，都會令到咧我哋成日都有啲上氣唔接下氣，甚至氣促。咁其實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主要係同肺、脾、腎三臟有關嘅。肺係主氣啦，咁如果肺氣弱嗰啲人咧，一般嚟講咧，我哋譬如行樓梯啊，或者行一條好長嘅路咧，都會覺得咧特別容易氣喘嘅。咁另一方面咧，如果脾胃功能比較差嘅人咧，正常嘅養分去唔到應該去嘅地方咧，都會導致咧我哋脾虛所導致嘅肺氣弱嘅。再加上咧，如果嗰個人腎氣虛，即係譬如腎不納氣嘅話，因為喺中醫角度咧，腎係負責咧主納氣嘅。所謂納氣咧，就係保持我哋呼吸嘅深度。咁如果咧我哋吸多呼少或者呼多吸少嘅話咧，都會導致氣促嘅問題㗎。咁另一方面咧，如果我哋有感冒嘅情況，外感風熱、外感風寒、外感風濕或者外感風燥等等咧，呢啲都會導致咧短暫性氣促嘅問題。咁所以咧，總括嚟講，我哋如果有氣促嘅問題咧，都必須要經過辨證論治，先可以幫助咧我哋改善氣促嘅問題㗎。咁今集咧，我會同大家介紹呢個養腎補氣湯嚟到幫助大家預防氣促嘅。北芪咧，佢本身咧有好補中益氣嘅作用啦，咁同時咧亦都可以活血化瘀嘅。一般嚟講咧，佢係入肺經同埋脾胃經。頭先都有同大家講過，氣促嘅人咧通常係容易肺虛脾弱嘅。揀選北芪嘅時候咧，大家要留意翻啦。北芪咧，佢本身咧，你聞到咧係一陣豆香嘅，中間咧有啲菊花心嘅，側根咧呢度有啲黑少少嘅地方咧就係黑澗芪嚟嘅，都係最靚嘅北芪嚟嘅。咁另外咧就係百合啦，百合咧有好好嘅滋養肺陰嘅作用啦，同時亦都可以養心安神嘅。頭先同大家講過啦，如果我哋肺氣弱或者肺陰虛咧，都會導致氣促嘅。尤其是喺立冬打後咧，天氣特別乾燥咧，加入少少百合可以幫助咧我哋安神之餘咧，同時可以加強肺嘅功能嘅。咁揀選百合嘅時候咧，要留意唔係越大越好啦。呢度咧嘅百合咧，大家可以見到咧比較幼細一啲，就係呢個百合嘅心嚟嘅。百合心咧滋陰潤燥嘅功效咧，其實大好多嘅。咁跟住咧就係紅蓮子啦。紅蓮子咧佢本身咧，佢養腎之餘咧，同時可以補脾止瀉啦，亦都係有安神嘅作用嚟嘅。肺脾腎三臟嘅強健咧，係可以令到咧個人咧冇咁容易氣促嘅。我哋平時咧盡量要揀啲去濕嘅蓮子，咁有時煲湯啊、煲粥嘅話咧，都可以用到咧啲紅蓮子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蟲草花啦。咁蟲草花嘅作用咧，其實係同蟲草係好相似嘅，咁但係咧佢更加經濟實惠一啲。蟲草花咧其實有好好嘅養腎嘅作用啦。咁頭先有講腎主納氣，如果適當咁咧養腎嘅話咧，都可以令到咧我哋冇咁容易氣促嘅。跟住咧就加入少少嘅五常米。五常米咧其實可以幫助我哋養脾胃啦，同時可以將所有嘅食材咧都可以歸於脾，更加容易吸收。咁所以咧我習慣咧煲湯嘅時候咧都會加少少嘅五常米喺入邊，去幫助咧我哋養脾胃之餘咧，再加強翻我哋自己身體嘅免疫力㗎。等我同大家總括一下呢個養腎補氣湯嘅食材啦。咁分別就係有北芪、百合、紅蓮子、
蟲草花同埋五常米。咁我自己習慣咧就將所有嘅食材咧擺喺呢個瑤池漢方嘅養生燜燒壺裡面焗大概2至3個鐘，咁就可以飲得噶啦。咁呢啲食材咧都係有機嘅食材，係我精心挑選嘅，加上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養生燜燒壺咧，都係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話咁快咧就做好咗呢個養腎補氣湯啦，等我聞下先。有好香嘅蟲草花香氣啊！其實呢個湯咧，除咗頭先嘅食材之外咧，我亦都係加咗少少乾瑤柱落去嘅，所以個湯咧可以幫助入腎啦。喺立冬呢段時間咧，飲一飲咧，可以幫助大家養腎之餘咧，同時補氣，改善翻氣促嘅問題㗎。咁大家不妨試一試啦。細個時候咧，爺爺同我講過一個狐狸與鶴嘅故仔。有一日咧，狐狸宴請鶴嘅時候咧，就準備咗一碟湯俾佢。咁點知咧，鶴因為佢嘴好長啊，飲唔到個湯。咁跟住咧，另一日咧，呢個鶴咧就再請狐狸去佢屋企度食嘢。點知呢個鶴咧就準備咗一個好長頸嘅樽，裡面裝咗一啲好美味嘅湯。咁狐狸咧只可以舐一舐個樽，佢飲唔到入邊嘅湯。而個鶴咧就係因為佢嘴好長咧，就可以飲到裡面嘅湯。咁於是乎咧，爺爺笑笑口同我哋講：我哋如果真係宴請朋友嘅時候，要盡量諗多啲咧對方嘅情況。咁有時咧，設身處地諗下對方所需要嘅嘢。如果調翻轉頭，淨係諗自己所需要嘅嘢咧，反而會怠慢咗自己嘅客人㗎。爺爺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爺爺。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就想紀念呢位咁有智慧嘅爺爺，同時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令更加多人受惠。終極目標咧，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慷慨解囊。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食養身心呢個節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如果大家咧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都可以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 或者大家咧如果係有咩問題嘅話咧，都可以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我會盡快答覆大家嘅。